透过建平里长傅建峰的牵线，出身安平沙滩社区经营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苏明祖，20号上午伫安平区公所，甲区长萧泰华共同召开记者会，将伫9月25中秋节进前，宴请安平区的独居长者，甲中低收入的老人做伙来用餐。9月25号，宴请我们安平区的老人、跟独居老人、跟中低老人，做一个餐叙，让他们能感受到中秋的一个温暖。那这样的义举也符合我们市长黄伟哲他的施政以关怀弱势为优先的一个施政理念。那我们也希望说，藉由这样的一个义举，能够让我们社会更多的一个企业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爱心，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社会是处处有爱心、处处有温暖的，也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温暖有爱心的一个宜居城市。出身安平古部落的企业家苏明祖，抱着处之社会、用伫社会的回馈精神，伫9月25会餐当天，除了准备中秋礼盒，另外活动中嘛将安排中秋的薄饼，甲长者来同乐。这个薄饼薄饼的游戏是一早郑成功从福建过来台湾之后，在中秋节的时候，为了要解这些官兵的思乡之情所做的一个游戏。那这个薄饼游戏后来一直在澎湖、在金门都有推动，金门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推动，每一年都有办很盛大的薄饼这样子的游戏节。那么我就想，那我们是不是把这样子的活动带入这一次的我们的这样子的这个餐会里面，让这些老人们真正的很开心。我很不希望看到的餐会，好像就是今天一个赞助者施舍，然后一个这个接受者好像就这样被动的来领了礼物，吃完饭就离开。我不要，我希望看到大家的笑容。另外，伫上午的记者会中，苏明祖为了感念母校的教育之恩，嘛特别捐赠2万块予石门国小，赞助学校的弱势家庭营养午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